續上一條片之後，今日帶大家去 Anime North 嘅 South Building 睇下。從第一個 section 開始，你會見到啲夾公仔機，之後就係一啲展覽商，例如 Good Smile 同埋 Bandai。喺呢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型嘅高達模型比賽，擺滿晒參賽者嘅作品。另外就係一啲畫師嘅攤位。而第二個 section 呢一度就係我哋畫師嘅攤位，裏面有原創，亦都有同人。而旁邊就係俾大家去食嘢嘅地方。最後一個 section 就係一啲賣模型同埋漫畫嘅攤位。而作為畫師嘅我，唯一可以行嘅時間就係呢一段時間。而對面嘅 Loft Building 同埋個 hotel 究竟做緊啲咩，我真係唔太清楚。所以作為一個擺攤嘅畫師，真係好難走晒成個 Anime North。嚟到呢一度，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面嘅攤位。如果大家知道台灣有一個叫做霹靂布袋戲嘅話，佢哋今年就擺正我對面，promote緊佢同日本合作嘅一套木偶劇，叫做《東尼劍遊記》。呢一出真係一個好好睇嘅連續劇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嘅，不妨去睇下。另外，作為畫師嘅你哋，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 Anime North 擺攤嘅資訊，記住 follow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